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林亮宇。今日我哋講版型設計，咁喺今日呢，我會講到校報嘅內頁先嘅。呢個內頁基本上有咩架構，同埋有啲案例參考俾大家睇下，可以借鑑下、模仿下、學習下。好，首先我哋要講嘅係版面設計概述。講到版面設計呢，就一定嘅不外乎係同呢個出版物嘅類型、內容、性質有關係嘅。咁我哋睇翻呢，出版物，咩叫出版物呢？出版物就係講話以傳播資訊、傳播文化、傳播知識作為目的嘅各種媒體，即係包括咗印刷品、電子媒體嘅總稱，都可以叫出版物嘅。好。咁出版物咧，如果再細分類咧，可以又分為書籍啦、刊物啦、報紙啦，同埋電子出版物。咁我哋睇翻咧，刊物咧又可以分為定期同埋不定期喎。咁我哋嘅校報咧就係屬於刊物之中定期嘅呢個分類啦。咁睇翻電子出版物呢度咧，佢包括咗咁鬼多嘢嗱。咁簡單啲嚟講，就係有版權嘅嘢都可以叫電子出版物咁樣。今日刊物咧就最經常見到嘅類型嘅，當然係雜誌啦。雜誌嘅分類咧又可以係咁樣分嘅。首先係內容性質啦，佢有專業啦、學術、新聞、情報、綜合、時尚、生活、娛樂、休閒作為分類。又或者咧係講出刊嘅週期，譬如話週刊啦、雙月、半月、月刊、季刊、年刊咁樣。又或者咧，我哋可以以讀者群體作為分類，譬如話兒童雜誌啦、少年雜誌、學生雜誌、男性雜誌、女性雜誌等等。當然仲有其他啦。咁好啦，如果我哋將頭先話以內容作為分類，嚴肅係負1。輕鬆係1，中間係0，咁大家認為校報會係喺呢一個軸嘅大概咩位置呢？我估到大家可能心中已經有一個答案，甚至乎會有啲唔同，但係我會認為呢，我哋嘅校報應該係喺0偏向1嗰邊少少，即係喺呢個綜合同時尚中間嘅呢個位置。咁既然係咁嘅話呢，我哋講到話版型設計嘅時候，我哋要參考案例呢，就應該都係以一啲綜合型嘅雜誌或者時尚類嘅雜誌作為參考。好啦，咁我哋設計之前所需要做啲咩準備呢？首先第一就係要有啲參考案例，第二呢，就係我哋嚟緊嘅練習呢，就可以開始模仿呢啲參考嘅案例。並且咧要學習翻佢哋嘅優點。接住落嚟，我呢邊準備咗一啲案例，我會認為係好適合大家未來喺校報嘅排版上面可以大量地去參考啦、學習並且係模仿嘅一啲案例嘅。首先，大家見到呢一個係一個音樂雜誌嘅內文嘅排版。咁佢呢度咧嘅情況就係，佢只有一張相，咁然後有好多文字。咁當然大家見到呢，佢嘅欄數呢，佢分咗3欄咁樣。咁為咗令到佢嘅畫面唔會咁悶呢，佢呢度擺咗一啲小嘅圖片。好啦，下一張呢，我哋見到呢，呢一個版面呢嘅左手邊就係包含咗大標題啦、署名欄啦，同埋一個開場白。開場白之後呢，就係內文啦。其實大家見到嘅內文嘅圖片咧係稍為多咗啲，譬如話佢左手邊呢度有一張圖，右手邊有2張圖。咁呢一度屬於比較進階嘅版型，譬如話佢嘅圖片嘅邊邊有呢個繞圖排文嘅做法，同埋個圖片嘅右手邊即係右上角呢度有一啲 caption， 亦即係圖片嘅注解。呢個就係屬於一個比較進階做法。咁喺未來大家可以嘗試學習下，但喺今日嘅練習之中，我哋就唔會做到啲咁複雜嘅功能。好，在下一版呢，呢度就係大家可以見到左手邊有一個大標題，大標題下邊又係一啲引言，係一啲開場白。
然後全部就係一嚿嚿嘅分區嘅內文啦。咁喺右手邊呢，大家可以見到佢係淨係用一張相放大到全版。咁然後右上角呢，有一啲相片嘅注解。正所謂好多偉大嘅設計呢，都係好簡單嘅。接咗落嚟呢一張呢，大家可以見到呢，佢個左手邊有3張圖片，咁右手邊呢，就係內文啦。咁咧，今日我哋嘅練習都係以呢一度嘅兩版呢個跨頁作為練習模仿嘅對象。好，咁啊稍後仲會再提到啦。咁啊，除咗一啲英文嘅雜誌之外咧，呢一邊咧我都放咗一個中文嘅參考。咁啊，點解會放呢個中文嘅參考咧？嗱，就係因為小弟我咧都有份一齊去製作，一齊去做排版。咁啊，呢度呢一本咧叫做《東望洋快訊》。咁呢一個咧係最新嘅2025年冬季嘅呢一期啦，咁樣。咁啊，大家可以見到呢一個中文嘅排版，我哋都係需要首先大家見到左上角呢度一個頁眉啦。咁啊，然後佢個標題呢，佢個標題就唔係淨係打橫或者打直，佢係 L 型嘅。咁啊，呢個都係一種好好用嘅技巧，去令到成個版面唔會太悶。咁然後相啦，內文嘅放置嘅位置啦，咁樣。咁啊，右手邊呢度呢，就係因為呢度係主編的話啊嘛，咁右手邊呢度就係講緊話呢一期有啲咩亮點，有啲咩重要嘢，你想喺前面俾讀者提前可以見到，咁佢到時咧就會去主動去揾翻嗰一版喺邊一頁咁樣啦。我哋睇到下一張咧，下一張就係只有一張圖，但係有好多字嘅一啲排法，即係左手邊呢一版啦。咁右手邊呢一版咧就係個客提供嘅一張圖檔，就話你哋放呢張圖檔喺呢一版得㗎啦咁樣。咁佢個排法就會係咁樣。咁再下一版咧，就係講緊話，如果一個文章咁啊有要求話，呢個頒獎典禮咧好多張相嘅，咁每一張相每一個人嘅人樣都要露晒出嚟嘅，唔可以少嘅。個處理方法咧大概就係咁啦。咁大家仲要見到呢啲圖片上面咧仲有呢個文字注解嘅。好。呢個右手邊呢一版啊，咁左手邊呢一版咧講緊就係一啲活動相啦，或者嗰個會長佢想多啲露面咁樣啊，咁然後我哋就要咁樣處理啦。好，咁啊再下一版咧，呢度就比較 freestyle 啲啦。大家見到左上角個標題咧，佢係講緊話呢個係一個培訓型嘅活動回顧啊嘛。咁個活動回顧，大家想當然就會知道會有好多啲相啊、內文啊咁樣樣。咁啊，呢度咧，其實我哋就可以根據翻文字內容嘅字數嚟到去判斷呢一版適合用一個咩版型嘅版型設計嚟到可以 show 晒啲相啦。咁啊，然後又可以唔會太悶咁樣去呈現。咁啊，右手邊咧就好 freestyle 嘅。點解咧？大家可以見到咧，呢個右手邊呢版咧，其實係講緊話呢兩個會員嘅即係參加呢個培訓營活動嘅感想咁樣咯。咁所以呢度咧就佢簡單講幾句嘢，然後咧其他我哋就用相去填滿成個畫面啦。跟住之後咧，如果係一啲專訪咧，就非常之適合用呢一版嘅呢個版型。大家可以見到咧封面故事啦，清創之路咁啊，然後就係呢個姓龔嘅呢一位青商參議員咧。佢張相，佢張形象照咧，應該話就顯示咗喺左手邊呢一版咧。我哋用晒成版嚟到去放佢張相，嚟到去話翻俾讀者知，即係視覺上話翻俾讀者知。呢一度呢一兩版咧，就係呢一個青商參議員嘅專訪咁樣。咁有時候如果一本雜誌同一期入邊有訪問，唔單止一位咁點算咧？如果同樣嘅版型能唔能夠有機會可以重複使用呢？
係有㗎。我哋睇下一版咧，大家見到呢個版型基本上係一樣嘅，只不過喺一啲地方改顏色。咁但係大家留意翻咧，我哋啲顏色啊並不是只有改一個地方改一隻色啊。呢度咧未來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同大家再細分享話，我哋當時係點樣做呢一個版型出嚟咁樣。好，咁啊，大家喺呢一個清創之路呢一章喺呢個黃鎮青商參與員呢度咧，會見到有一條 link 啊，查看更多。咁啊，如果撳開呢條 link 咧，就可以見到咧，呢個都冇人快訊，佢哋喺佢哋繁澳青年商會嘅官方嘅網站就可以見得到，已經上線啦。好，咁我哋總結一下今日嘅課程嘅所有主要重點。首先第一，出版物嘅性質係決定出版物嘅最主要因素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度細嘅3點咧，請大家喺日後嘅排版工作進行嘅時候開始要遵守啦。首先第一就係成本校報入邊所有嘅文字內容啊，所有文章嘅內文嘅文字大小、字體必須要統一啦，即係包括咗文章嘅標題啦、署名一行啦、引言啦、小標題啦、內文同埋文字圖片嘅文字注解。第二咧就係版型嘅設計啊，必須要咧用網格系統嚟對齊嘅，亦即係稍後我哋嘅練習之中會提到嘅邊界和欄啦。咁啊，第三咧就係除咗圖片注解之外咧，文字唔可以與任何嘅圖片有任何形式嘅接觸或者重疊。咁我哋翻到呢一個今日嘅練習嘅呢個版型咧，好，咁啊，大家如果有喺上堂之前有見到 Google Drive 上面有一個練習嘅壓縮檔。好，咁啊，大家如果有喺上堂之前有見到 Google Drive 上面有一個練習嘅壓縮檔，可以 download 佢落嚟先，同埋有個 PDF 嘅練習嘅指引。咁如果你 download 完個練習嘅指引之後咧，我哋開啟個 PDF 檔咧，首先第一步大家可以見到第一版會同你講一啲設定嘅版面參數啦，咁樣。咁首先咧，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出血咧，我哋用翻預設嘅3公厘，亦即係毫米。咁啊，邊界咧，頁面嘅邊界呢度咧就用翻20。咁啊，尺寸咧，我哋就係用翻校報嘅呢個尺寸啦，咁樣。頁數咧，我哋俾4版就得㗎啦。咁啊，同埋平時如果做版面設計嘅時候，做排版嘅時候，我哋用翻4嘅倍數都係 OK 嘅。好啦，講完基本嘅文件設定之後咧，通常你下一步會按邊界和欄。咁啊，邊界和欄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啊。好，請大家留意到咧，邊界和欄嘅呢一個視窗入邊咧有一個叫欄數。欄數呢度有個數量啊，數量呢度咧我哋俾6。點解要俾6咧？就係因為你俾咗6之後，佢會有6個欄啦，咁樣。呢6個欄咧係攞嚟幫助未來咧，大家喺排版嘅時候可以對齊啲文字框或者圖片等等之類嘅用途。大家見到我依家滑鼠指住呢個欄間距咧，我哋就用翻預設嘅5公厘嘅，即係5毫米，咁就 OK 噶啦。咁當你設定完欄數嘅數量係6嘅時候咧，你嘅版面咧就會係咁樣1、2、3、4、5、6個欄。點解6個欄咧？呢個係同業界嘅習慣有關係嘅。正路咧喺一啲專業嘅廣告公司或者係雜誌嘅編輯嘅時候咧，會喺業界用開12欄嘅。咁大家今日作為初學咧嘅練習，我哋用6個欄咁樣，令到大家可以容易啲上手。好，咁啊喺設定完呢個文件同埋邊界和欄之後咧，大家就可以準備開始噶啦。咁啊，同埋
喺 Google Drive 上面，大家會見到個資料夾邊，我哋擺啲字體喺度咧，呢個都好重要嘅。咁大家睇到咧，呢個排版字元參數呢邊咧，即係喺呢個練習指引嘅第2版，頁首頁眉呢度咧，同埋頁碼，大家可以見到字體咧，我哋用翻思源黑體。咁啊，思源黑體佢英文叫 NoteSense， 我哋用翻 NoteSense 嘅 TC Regular。頁碼咧，我哋用翻 Akumin Variable Concept 嘅 Condense 呢一個 weight 呢個粗幼咧，就可以令到個字體頁碼嘅字體顯得比較修長，能夠唔會太佔空間咁樣。咁呢邊其實同時都講緊一個版面入邊需要包括啲乜嘢啦。首先，大家見到我畫鼠圈住呢一度咧，呢一度成嚿佢可以叫頁眉，又或者其實可以叫頁首。咁佢英文咧就可以叫 folio 或者叫 header。咁啊，頁首入邊可以包含頁碼，或者有啲人咧會習慣將頁碼擺喺頁面嘅下邊。咁所以咧頁碼咧我哋今日所練習嘅呢個版型，佢個頁碼就包括咗喺個頁眉入邊。好啦，咁通常呢一個文章咧喺雜誌入邊呈現佢個版型應該包括幾樣嘢。首先就係呢個文章標題啦，亦即係呢個最粗最大嘅大標題。咁啊，習慣上咧喺文章嘅標題下邊咧會有一行叫署名行。咁佢英文叫 byline 啦。署名行通常會放咩咧？就會話呢個文章係邊個寫嘅，佢寫嘅日期或者呢一則信息發布嘅日期大概係幾時，就會喺署名行呢一度呈現。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署名行呢邊咧嘅字體大小，我都已經幫大家規劃好㗎啦。再嚟就係一個開場白咁樣啦。喺版型設計入邊咧，我哋會稱呼佢叫引言。咁佢嘅英文咧，通常叫佢叫 intro 或者叫 introduction 或者叫 kicker。咁呢度嘅字體我哋都係用翻思源黑體。咁然後佢個 weight 我哋用翻 medium。字體大小12，字距10，行距18。再接住落嚟咧，就係內文。咁啊，內文入邊咧會有呢個小標題或者我哋叫副標題咁樣啦。佢嘅字體設定就如 PDF 所記載咁樣啦。最後咧就係內文啦。內文呢度咧，我覺得需要攞出嚟講就係咧，我哋內文咧強烈建議大家咧。內文我幫大家規劃咧，內文排版嘅時候，我哋用翻呢個思源黑體 mono 嘅版本。咁 mono 版本有咩唔同咧？同即係冇 mono 嘅版本個唔同就係佢嘅英文同阿拉伯數字會係等寬，咁所以咧喺排版上面咧就唔會咁容易出現版面，因為英文或者數字所以褪咗下一行或者係唔知飛咗去邊度嘅咁樣嘅情況咁樣。咁呢邊咧有其他嘅文字，有用翻唔同嘅字體大小設定，有用翻唔同嘅設定。首先就係呢個圖片注解啦，圖片注解通常英文叫 captions。咁我哋字體大小咧用翻7。咁啊內文網址咧，我哋咧如果當佢有一串英文出現嘅時候，我哋會偏向咧成句幫佢改咗另一個英文專用嘅字體。咁我幫大家規劃咧，我哋用翻 Akumin Pro 啦嘅 Regular 咁樣。咁啊會有呢一個練習指引咁樣規劃咧。首先就係幫助大家去了解一個版面入邊佢唔同嘅元素元件，包括呢個頁眉、頁碼、文章標題、署名行、引言。佢各自唔同嘅關係，佢應該點樣擺？佢嘅字體嘅大小，
係點樣根據佢嘅重要程度嚟到去安排。咁啊，希望大家喺未來嘅校報排版都按照翻呢個格式。咁如果有同學問到話阿 Sir， 如果未來嘅校報文章佢冇呢個引言，咁點算啊？咁我哋就忽略佢，我哋用翻內文用翻嘅格式咁樣，或者睇下係咪能夠由個內文度攞一小段攞嚟做引言咁樣。通常呢係文章嘅第一段。另一方面呢，字體嘅大小，大家可以見到呢，有一啲字體大小係重複嘅，例如話呢個圖片注解呢，同署名行係一樣嘅咁大嘅，都係用翻7 point。咁啊，引言同埋小標題呢又係一樣咁大，但係粗度唔同，佢個粗幼唔同。大家可以見到引言我哋用翻 medium。但係呢個小標題或者副標題呢，我哋用 bold。呢個就係講緊話一個版面，我哋唔適合用咁多種唔同大小嘅字體。咁至少喺字體大小方面呢，我哋就用幾隻就得啦。譬如話標題用30，用7嘅又包括有署名行同埋圖片注解。引言用12。小標題用12，內文用9，就係咁樣啦。好，咁啊喺呢個指引嘅第3版呢，大家會見到一啲對齊嘅注意事項啦。首先第一就係呢一個頁碼呢嘅位置，其實就係喺版面向內嘅1厘米嘅位置，即係10公厘10毫米。打橫嘅位置亦都係喺1厘米咁樣嘅位置。咁然後呢，呢一個專欄嘅名呢，我哋會係喺頁面邊界嘅邊邊對齊嘅。然後專欄嘅名呢，同校報嘅 logo 呢隻雀呢，係一個群組嚟嘅。咁中間呢個距離呢，大家就會見到呢，係已經幫大家規劃好㗎啦，大家可以就咁搬過嚟用。左手邊都係啦，講完左手邊，咁右手邊都係嘅。頁碼亦都係喺1厘米乘以1厘米呢個位置啊。然後呢個專欄嘅名稱呢，就係同頁面嘅邊界貼齊嘅。再嚟呢，呢隻雀嘅位置呢，基本上就唔使喐佢啦。專欄名稱呢，我哋喺未來呢係規劃專欄嘅字數有幾長，我哋就用翻幾長。咁隻雀呢，就跟住騰就得㗎啦。好，基本上除咗呢啲之外呢，圖片嘅置入方法、圖片嘅注解喺呢度呢都大概交代咗點樣做㗎啦。好，今日嘅堂嘅講解內容就講到呢度，接咗嚟嘅時間呢，就係俾大家做練習。